一条裤子当我改一改做啊！我2002年买的。哎呦，男生家好，只差子进来着。哎，你俩只裤脚管养啥啊？当然养伤了。看你技术只啊！我其实那位回去了，那回那但是飞来寻我。搿是反而18年之前的名牌。铅笔是爱上的。哎呦，你问看见过啊？从来没看见过。一条裤子当我弄得漂亮点啊！我一只带彩电起来，裤子搿种物事，你又没上数码间。我不讲啥人晓得讲，人家当我去年买嘞。哎，看看两只裤脚管也养啥？那我都非养啥呢？非让我跳下去了。我已经养满噻，搿拉子掉不得我不说到倒脱呀，为啥搿拉子掉我一动了？那个这还要缝的嘞。你还会缝的？缝嘛有啥可以缝的？我不会个呀，你屋里银子也没个。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啊！现在现在还走扣脸。灵官，那边多熟个啦？翻业就改个。哎呀，我业就改不得还大菜，还非一只布的，另外买一件吧。缝缝补补一日3年，生物周海，请来吃点心。人家叫让我去买，你像2只上海的，2只苏州的。那个是上海的。生娘豆子啊。那个芝麻市场烧烧了，现在杀开来的。我觉还是吃烧最好。你爱只生娘是标准的生娘呀，那个生娘是个大酱，我在那边，我不开了。我是真大人个嘞，我就会冲得去买个，我把开来一吃，像个芝麻碎里嗦侪打出来个那样子。哎，自家不灵个，一个海，一个有人性了。哎，一个烂塌塌的，好吧。点心吃海吃话梅，哪有2种的了呀？你吃呢？先吃，让你提提神，你辛苦着。那个一两我来尝尝口啊。啊对个，一张鱼蛋差不多，一只像烧烧我们。那个是我上海南京路那买得来，80块2斤，那个是30几苏州的。哦哟，一斤还毛3斤。我一斤还毛3，搿我去年吃1只关。搿毛子一只，下趟衣裳铺脱再来称。那物是不等300点。所以讲，实践是建议整理个唯一标准。满满一篮子，绝大多数侪是寄到上海去的。哪有话梅、生娘豆子，还有一桌蛋、菜馒头，其中2是基本你瘦细缩缩的。皮薄娘都元素足，我所遇到的几个物事当中，你最欢喜的侪是那个菜馒头。快递讲起发脱，新妇3叫个再寻猪来着，叫我到医院里向个月子中心去夹面头，就是得了一打种月子，也是班里还得了一打养3人的呢。不如规定个，因为你单个侪是妇联院，一间房间交动的家。苏母娘到队，还有另外副菜片个家，他村里向鱼，李鱼叫个，一个礼拜做几道家？一两。得了，你对搭做苏母蛮忙个嘛哈。对，天后半日鱼烤干。哎，大个，搿是还是每个房间配一名了，还是鱼丝一海？搿面点烤一早挑干，配面点烤一早1对1。一早是8万多啊！哎哟，大不得嘞！我那个太房侪不看着，沙发啦坐脱些。黄千是北中关边最店里向个海。但现在看子水高，天花脱子眼睛着，4万5千包个沙发，大人是没人再过个，铺房菜侪比较太现在，侬关个么5万9，到140块洋钿。那个是几个臭？哦，侪是海看店，不是海看店，这个吃个肯定比到哈，那看你这个配比。我中来吃个啥？侪是搿子臭啊！鸽子汤、当鱼、花仁菜、乌鸡手、油麻菜、蘑菇菜蛋。你刚才说你吃了一个虾仁，又吃了一个带鱼，从我们的角度说，这2个全部都是白肉类的，补的是蛋白质啊，对的。你红肉类的东西去哪了呢？哎，可能晚饭呀。不是的。每一顿都是红白搭配，每一顿。你都在讲比较讲究噻。不是，你月子餐肯定是要讲究的。龙虾属于白肉类，这个是古老肉，这属于红肉类。2个蔬菜，绿叶类、根茎类。饭我们都是糙米饭。如果我生也在这里生，住也在这里住，能不能打折呢？没有的。